安慰或者想念的互动句型一样要有对象哦。你可以视情况可以自己介绍一下，或者是问好，再来加原因，再来加想念或者安慰的事项。比如说这一题，你参冇养出阿公啊？头大天吧，甲阿公问好，还袂用出讲，抢偷笑爱讲三句书。对象是阿公，问好呢，我是阿妹啦，你参好冇？理由嘞，原因呢？研究冇养。我们结合生活经验，可以说明想念的事项。你今日真旱，很爱加做加凉衫，这样唔会混臭哦。所以我们完整的句子就是这样子哦。阿公，我是阿妹啦，你参好冇？研究冇养，你今日真旱，很爱加做加凉衫，这样唔会混臭哦。每个人跟阿公说的话都不太一样，我们可以再练习另外一种答案哦。阿公，我是阿发啦，你参好冇？你今日真热，很爱加啉一茶碗滚水，这样唔会热臭哦。接下来我们看看还有哪一种安慰或者是想念的句型哦。例如，很个好朋友，阿真头真好啊，很想头甲鬼讲一茶碗要改书。套用句型，对象是阿珍、阿真。理由是什么？头真好啊，我真唔盼，他要转学了，我舍不得。结合生活经验，再说明想念的事情。恩人爱款款，爱保持联络哦。就很嘛袂中来，我也不下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回答：阿真，很头真好啊，我真唔盼。恩人款款，爱保持联络哦。就很嘛袂中来，我也不下了。我们再练习一题。老不天，很个同好阿唱，行路在查喷出飞，衫学做开呀，就去诶，很袂讲要改书来安慰鬼。套用句型过后，对象是阿唱，原因呢？衫裤学做开呀，就去诶。安慰的事情呢？你莫车上去好啊，较紧剪开舞下，甲学做的衫裤慢落来，卡就紧啦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这样子回答：阿唱，莫去啊，衫裤学做莫就紧啦。你莫车上去好啊，较紧剪开舞下。甲学做的衫裤慢落来，卡就紧哦。